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冇？我係阿明姑，劉浩明翻收看福起來。自從客家話變成國家語言之一的時節，其他佢嗰度客家翻譯地方冇讓人太顯的翻譯地方，如果有一種翻譯機，在翻譯機地方你可以睇到把華語反而變成客話，或者把客話翻譯變成華語。但是加邊翻譯機後背都係蠻容易做一件事情咯。那今日有想到係兩位工作人員，一啲係我哋先生，一啲係我哋同學，我哋馬上嚟翻譯。啲咧歡迎係我哋先生，我哋葉天發葉先生嚟現場。主持人還有各位鄉親朋友、觀眾大家好，我係葉天發，我係來自台北嗬，係今日係從事有關客家嘅文化工作。接住下來，我哋來介紹我哋同學我哋咧許飛文，飛文同學。大家好，我係許飛文，我來自屏東嘅萬萬。今家睇昨天過時候也係家東過時候都有睇教書。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現場。一開始我想問一下我哋葉先生講，從我哋口音人才嗬，係咪最以前都開始以為啊，還是講喺一幾年都開始以為啊？其實口音人才其實在當久之前就有嗬，佢最早有嘅話，用客家話嚟講，最早係在2003年嘅時節，因為喺2004年我有總統大選嘛嗬，嗰時客家電視台要成立嘅嗬，咁因為特別嘅呢個總統大選啊，有辯論會啊，咁已經有辯論會，但係其他電視台全部都係國語啊，咁客家電視台呢為咗去服務啲客家鄉親，所以就想講讓華語翻成客家話，所以喺2003年嘅年代呢就舉辦了第一擺嘅客家話嘅翻譯。嗰時嗰時嘅翻譯時節，其實應該國內下潛到很多專業嘅人才，係咪都講其實都對我哋嘅口音人才地方，出自於前嗰種本地嘅口音，然後又會講客家話嘅，係咪請我哋人才嚟做啊？因為嗰時節喺國內有係咪有訓練口音人才嗬？因為嗰話喺嗰啲外語嘅客家話部分埋前冇，所以嗰時要請廣播電台嘅播音員嚟做，因為播音員佢從事做廣播，可能佢嘅口條啊順，客家話嘅有一定嘅長度，再加上咧，佢可能要參加那個電視嘅配音工作，因為配音就會看那個樣相嘛，要對載嘛，所以要口語嘅專業以上腔，所以就會請呢方面嘅人才嚟做。咁你講開來嘅話，其實葉先生即係很用嘅係探語也學嘅。有口音嘛，所以從2003年嘅那個總統大選開始，就開始有來經驗之後呢，因為你曾經來經驗嘛，佢以後客家電視台啦，或者講客委會舉辦那個重大嘅國際性嘅客家會議，就用客家話翻譯嘅會議，佢自然講你既然有經驗，自然就會請你，所以講你落去之後就一路行到嚟嚇。但是你這個一開始的接業工作嘅時間，你這個冇衝突啊，因為講雖然講天台啦、訓練啦、叫做口條啦，但是天台嘅東西你可以準備啊，冇得講，其實有啲人會有啲高嘅，但是有時候你的現場辯論，如果講話嘅，你根本就冇辦法談得到啊。嗰兩部分嘅東西，你當初一開始接嘅時候冇困難去做一啲連接嘅工作。其實而家講當然因為辯論因為要保密嘛我唔可以讓對方講太快講到嘛嘅題目。不過因為佢哋辯論本來負責自己嘅政見，所以佢哋意思在辯論之前，其實我一直不用出政見出來，報紙上也會看到，所以講你就熟悉每一個候選人佢曾經講嘅話，佢嘅政見，佢嘅方向樣乜嘢，而多看之後，太快佢辯論嘅方向就會踩到位唔會走窄。不是等於講，你自己喺接業工作以前，自己要做幾多嘅功課。冇錯，要熟悉動作資料。每個候選人可能會增加你方向，可能會講出來某個東西。如果先你準備好，或者講出來嘅時間，雖然係體白接受，但是你自己喺客講客話嘅時間，如已經都提講，能用嘅反應客話。嘅方向要啲啦，喺呢一方面就講，練起來熟圖啦，因為你冇做過口音嘛。因為這個熟圖樣板嘢，所以練熟圖樣練呢，就講客家電視台啦，或者談天台啊，去練談國語，談國語就講客話，跟談客話就講國語哦，自己練習一下係。咁幾時就大部分都係講白地，係把華語翻嚟客話。對。咁葉先生自己本地係翻客西安，還是海量，還是講都可以？兩種都可以。因為海量人啦。你即係海量人。因為天台工作係講西安啦，係錯。咁今日我哋講到我哋咧同學飛文啦嗬，當初呢我想去參加一個培訓咯，因為頭先我哋咧葉先生有所講，後來呢開始有一培訓嘅工作，當初呢我想去參加一個培訓。我也講起來都講到幾下都太好嘅時節，第一擺看到電視嘅節目，
係小嘅口譯員安尼嘅工作。啊，看到嘅口譯員，伊都聽咧係總統啊，也係叫做大立官嘅時候，提點聽書翻譯嘅工作，感覺到伊哋表現出來嗰種嗰冷清、嗰專業嘅嗰種表現啊，吼，本來感覺到嗰神奇，哎呀，嗰佩服伊哋啊，嗰厲害，嗰所對啊行業就嗰有興趣啦。啊，後來係因為參加嘅客語資源教師嘅培訓，客語資源教師培訓，培訓嘅時間，我哋有群組。啊，群組底都嘅同學都把呀消息貼出來，講他家己講有安尼有安尼口譯員口譯員嘅培訓哦，有興趣嘅人可以報名。啊，看到時間哦，都幾天啊，一定要參加呀培訓，都強開準備報名嘅東西。但是你這個幾時看到應該係幫我哋咧美國化反正翻譯吧，嗰種口譯人才，無論講我哋咧日本話啦、西班牙文。大部分看到嘅新聞看到嘅都係有到日本話啊、美國話、英文啊、法文，也係講西班牙文啊，都係。啊，從來冇看過客語翻做翻譯，係講翻譯翻做客語嘅。啊，第一擺看到有安尼，當然我自家感覺到我客話講嘅係唔會差啦，吼。嗰時候聽到白啊機會，啊對啊行業又個有興趣，主要係興趣啦，係感覺到幾神奇。嗰時候都白啊機會啊來參加培訓。但是我相信，我是因為我啲唔係我同學啊，啲有背景啊，我啲即刻唔係語言相關嘅嗰種可能畢業啊，唔係本大係讀乜嘅呀？我本大係讀交通運輸管理呢，係都同一個陸海空吼，反正可能都陸海空所有都係有我哋啲同學都讀嘅，係。啊，因為我對語言嘅東西應該是講從細啦都夠有興趣。比如說啊，從細財務卡從阿公阿婆阿爸咪出開都係講客話。比如說客話一直都係我嘅生活地圖。啊，翻譯當然係讀書後當有接觸到嘅。啊，這個國語也還算說得不錯啦，對，還不錯哈。比如說有兩種語言對我自家來講唔係問題，係。比如說我感覺到我可以。在皮之家吼，就係在皮之家嚟訓練下安尼專業，其實有安尼培訓本之家在嚟在皮之家吼係好嘅啦，嗰時候都幾想參加安尼培訓。你相同我哋緋聞講嘅吼，你每啲人來參加一培訓咧，人嘅背景無同樣吼，譬如有啲人可能陸上交通嘅背景啊，吼有啲人判斷係。本地嘅線上冇相關事情，咁從一線上嚟講嘅話，唔因為講一定人嘅背景對做口譯員嚟講係咪佢重要啊？當然而家要受過嚟嘅專業嘅訓練嘅當然係最好嘅最佳嘅，因為佢哋有嘅大學嗬，它有口譯系，但口譯系主要是外文翻華文也有個口譯系，當然要受過專業訓練嚟做呢個行工作係最佳嘅。但係冇呢種專業訓練嘅話，你後來有興趣嚟做，也係做得，因為呢啲口譯呢主要係講語言嘅翻譯嘅問題，所以講你冇呢個背景也做得啦。將來本身也未學語言嘅，也未學口譯嘅，係本身學評戲嘅。京劇，國劇哈，我唱老生的哈，本身學評戲嘅，但是因為我從細講客，就講客家話有啲嘅長途咧，所以也要做廣播，要做客家嘅廣播，所以講你客家話學嘅話，再加上人嘅華文也做得嘅話，其實做口譯係冇問題嘅。咁對人嚟講，其實唔講你這個本身本地係學乜嘅啦，學背景係乜嘅東西咧，其實你這個有啲幾基礎嘅客家話嘅基礎以外，嚇係我哋翻譯嘅基礎，你都可以慢慢落去。嚟做我哋口譯嘅工作，但是啊口譯嘅訓練，我所同多人講，其實有啲可能係專業嘅訓練咧，有啲唔係。我按來參加口譯嘅話，一般嚟講口譯不能用嚟訓練。像今年在你嘅學校嘅訓練，其實有內通嘅訓練但係像你學會去期盼嘅，有可能是3個禮拜嘛差不多36堂課，42堂課點點。按呢種嘅訓練，其實係入門訓練啦，入門帶領你入門開開口譯，會做那條嘅工作，做那條嘅訓練，線上要讓你講。然後之後呢，你上了那條課之後。後來做自家自我訓練的，所以自家要求去樣板去做呢個工作，以及線上所搞嘅方向，你去做，應該說師傅領進門啦，修行看個人啦，最安全係錯。嗰時我哋馬上就冇我哋嘅學生，比如你嗰時就提筆考上去嘅時間，你上課嘅時間，你基本咁樣講，也考係你即個當初上嘅嗰種考上嘅嗰種實際咩？完全冇想到係安尼嘅考上。實際難咩，係實際啲貼有壓力嘅貼嘅係啊，講實在話啦，我哋
文章送到3禮拜考場，都3個禮拜2日6日，再來都考試誒。其實個考場嘅時間真係幾短，對我哋來講真係幾短係啊。唔係按短嘅時間內，唔可以學按多東西，練按多嘅練習，還有別一架有一天嘅長途可以達到嘅考試嘅標準。對客家人來講，真係壓力幾大啦。咪等於種疲倦嘅過程，冇講咪大人講係識㗎，疲倦嘅過程，真係上課嘅時間種疲倦係嚟睇上課嘅，攰到我卡攰身嘅酸痛，係啊，就感覺嘅壓力真係有很容易開脾咩咯，都冇攰身嘅酸痛。就咪等於都睇繃緊嘅神經係啊，神經綁喺過程係啊嚟上課，客家都幾專心都出嚟睇做嘅練習題係啊。係咪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睇有了解一下講，從我哋考試嘅考場裡邊啊，而睇有分樣嘅一種部分好冇？我哋嘅考場係對示意，都係對。目處開始看，一邊看一邊翻譯啦，翻譯講係，再來都係逐步哈，而且談一些段咧，差唔多1分鐘到1分半鐘，談嘅時間都開始去甲做充點，做筆記嘅哈，開始記可能一記就充點下來，一談咧後3秒鐘到5秒鐘去甲整理好都開始講嘅係，其實個時間真係幾短係啊，唔可以談又要記又要整理，到最尾一結束3秒鐘到5秒鐘。就會講出來，頭先咧翻譯出來講頭先談到按到乜嘅東西，其實對大家嚟講真係壓力幾大係。再來到最尾就係同步的翻譯，同步對我自家來講，應該是講對客家人來講啦，感覺到同步應該會夠簡單啊都反正唔容易講談到乜嘅嘴都講乜嘅都錯嘅，上下嚟上，實際到。考堂可以練嘅時間都唔係安尼，因為我哋真係發現還係有幾困難度嘅。嗰時另外兩門係有情商嘅，從唔知個主持個安泰泰型嘅國際會議嘅一種翻譯，一般來講喺族譜嗰度還是同步嗰度啊？今年泰國同步嗰度哈，因為族譜翻譯哈只有3種情形會用到，族譜就會1對1的秘密會議會用族譜，還有導覽導遊可能會用族譜，還有是。宣教、傳教嘅時間，講一段，同步啲，一般大型嘅國際會議一定用同步嘅，因為發言人冇可能講一段停一段嘛，一定其實見講嚟下去，如果同步見翻下去錯係。觀眾朋友，談到而家，你係咪要了解到口譯係乜嘅工作？其實唔係像咁簡單咯。休息一下，第一下我哋話嗰度口譯嘅內容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睇節目，我哋來賓同我哋講，口譯人要用嚟訓練。但是觀眾朋友能點喎？我哋今日來賓地方佢哋葉先生，佢曾經做過我哋一個話雙語辯論會嘅一個口譯，咁佢嘛主持到嗰度大型嘅國際會議嘅一種口譯工作。我哋今日馬上唔可以講，佢喺口譯嘅工作地方，佢發生過嗰度神奇嘅故事冇？所以有安尼神奇嘅故事，比如講，譬如我口譯嘅時間啊，唔點樣我煩啊，我都講談唔到安尼事情。其實因為在那種大型嘅國際會議，大部分都係種海外國外轉來嘅那種客家鄉親哦，所以講佢哋口音啊，要不相當多啊。那種從台灣出去嘅吼，睇睇就會台灣口音啦，語言可以都冇問題。有時係從在佢原本係種嘅態度言腔出去嘅，佢可能就會講那個梅縣腔啊、興寧腔啊、五華腔咧啲吼，所以佢口音可能就會較重啲，像毛里西斯佢哋口音係較重，佢都按呢個冇問題，叫做冇問題。除非有拍啲咩今天那個김不叫今天好高興能夠見到你，就完全用客家話嘅，唔係用國語嘅那種思考方式來講嘅，係都一種神奇嘅。那一方面講，像毛里西斯來講，佢嘅當地客家人佢會講方言不多哦，因為佢會講嘅就係佢當地國家語言，佢總都冇講客語，所以呢佢對方言唔係按清楚，所以佢來台灣開會時，佢就全部去談客家話。方言對於佢嚟講，反而係一種嘅障礙咁樣。嗱，我係從去年有參加那個海外社團附近嘅次場會議就嘅就台版嘅那個重振會嘅會作
佢客家人冇唔錯，佢爸爸媽媽客家人啊，都見咧佢就唔曉講客咧嗬，但係佢有客家心，所以佢大咪啦嘅會做，佢專嚟參加嚟會議，佢咪佢愛做鄉情報告啊嗬，跟住佢又唔曉講客，因為話聲咧，佢做英文報告，英文報告時佢就即刻帶翻譯啦嗬，佢就帶佢會議嚟做逐步翻譯用嘅。像我哋頭都講一講，如果唔知個一下談唔是嘅口音嘛，無論講口音佢從我哋原鄉嘅口音同我哋台灣嘅口音已經冇共樣啊。佢其實發生安啲事件，伊啲講法嘅，按你要做口音，你談唔是能用嘅去應變安啲事情。其實唔係講談唔是，就講我需要想一下啦，我想一下，就因為我之前做廣播就在中央電台時，我哋就用梅艷音啦，所以講基本上梅艷音係冇問題，所以講就其實。特殊嘅用詞會冇共樣，就係你喺台灣啦，像北部嘅詩言啦、南部詩言冇共樣啊。那還有一個就講，我也參加過就講，就係你台灣嘅嗰種全國嘅客家會議啊，就讀到講，一開始係談到這樣嘅事情，啊真嘅昂面咧，你這樣當時你會講嚇，所以你讀到嚟情意時，你就會昂面，唔知按樣把你煩，佢都吃點煩啦，煩佢讀就算佢讀啦，就這樣做到人聽。不過你談久之後，悄悄嘅。就會有談意識，所以講你做個口音嘅，除咗你我哋基本咧，你自家會嘅試驗，我本身開到年對開到一位，所以其他嘅強調，你最好要去熟悉嚇，像這位牛片啊、太古，最好去熟悉，因為有時嘅發音咧，只有一三人聽，嘅發言人咧冇可能只講試驗啊，可能講其他強調啊，所以你要拿掉其他強調，喺對你嘅發音工作嚟講咧，會更加得心應手。或者我哋觀眾朋友可能會誤會講嗰個，係咪當初嘅當場啊，把我哋闽嘅口音如果有啲口音嘅，其實可能唔係安尼咧。冇聽錯，係看嘅主辦單位佢嘅安排係錯，有時佢會有安排啦。像今年在福榮飯店舉辦嘅像係應該客家訴狀會議啦，嚇，行政訴狀會議，因為佢主辦單位係台中市政府，你阿點嘛？台中市太可都會講太浦強，所以講呢，因為主辦單位係台中市政府，佢主委呢講太浦強嘛，所以還有議會長也會講太浦強，所以該班呢就講到嘅貼線，就安排了兩位嘅口音員，一個特別翻譯試驗，還有海流出現嘅翻譯，那就安排了太浦強嘅劉飛嘅小姐呢來翻譯太浦強。咁一般講安尼服務啊，嗬，係我能講客家飯喺繁宜嗰度，還是講繁宜飯喺客家嗰度啊？目前喺台灣嚟講，嗬，喺你國內嘅市場嚟講，目前都係客家話翻成繁宜嘅機會最多，因為今年客家話嘅咧，客家基本法規定嘛，你客家嘅那個大型嘅會議，基本上係用客家話做通行語嘛，所以都會來服務談唔是客家話嘅那個朋友，所以客家話反正繁宜比較多。至於講繁宜反正客家話，係快就可能就咁樣客衝太嘅。國家嘅政治辯論啊，像之前嘅一個法啦，譬如喺年代愛進行那個總統大選辯論嘅時候，可能就會有客家話反正反映咁嘅情形。從唐官先生嚟講哦，嗰種乜個事情嗰種歸自然有嘅嗬，但係個就雙科式嘅嗬，嗰種要冇安尼嘅嗬，總統多人先能講哦，乜個要發嘅馬上都可以談得到啊，冇得用台下嗬，冇得用嘅東西，但是其實一講嘅法是歸簡單啦嗬，但是一發生嗰個事情係。兩只是2秒3秒，一聽到馬上我有發泄咗出來，你冇談嘅嘢講奇怪，一等嘢係咪衰落搞嘅？係啊，嗰時等於講，所以同佢講佢即係話談嘅是昂面，但是我相信昂面怕冇1秒，但是我能學到昂面我2分鐘，你講我談唔到嚇，因為觀眾朋友真係可能唔知講，但係拿到嘅機器以後，你會想到奇怪，一頭都未講客話嚇，一見到馬嘅話又冇講嘅咯。或者觀眾朋友拿到意見，如果講到話發生乜事情，係咪話意見快一點咯？但是其實係可能可能一下談唔到你講乜嘅，冇得講，根本談唔到嘢口音嚟講乜東西。咁將你哋訓練嘅時間，即係喺訓練嘅過程地方，你感覺到講，最痛苦嘅事情係乜嘅？冇得講，而感覺幾神奇嘅故事喎，係冇攞米白鬼氣冇人哋。鬼神上樣通嘅。其實講鬼神上樣通係自家問題啦，係自家個謹慎個容易緊張啦，嗬。啊，喺上課訓練嘅時間，其實線上大部分不用嗰度練習嘅題目，大部分喺嗰度新聞地度報新聞嗬。客家電視台嗰度新聞嘅嗰度題目，啊，人家提供新聞
一定喺報新聞嘅時節，嗰種縮圖，還有一定嗰種自信嘅嗰種密圖改稿，係佢全部攏整理過嘅東西啊，唔係講像我哋一般講法，可以天天嘅講啊，凊彩講啊，也講幾講啊，然後就一定嘅東西攏整理嘅改有嗰種思緒吼，資訊嘅密集度比較高啦，吼。故說我哋提起做練習嘅時節，精神都要改集中佢注意讀，都帶讀都會默嘅。地下用辦法，係啊。佢說讀嘅時節都會見讀見上，都上地下用辦講，係啊。要記下來，我而家講係族譜嘅部分啊，吼，係。佢說一次都感覺講族譜嘅部分，未必係練嘅族譜嘅練習題嘅時節，每個人都係改緊張、疲強嘅改很係注意讀題目安尼。同譜都講唔會啦，因為同譜都係見讀見講見反應嘅，係。佢說感覺到同譜都講冇按困難，係。但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可能一下睇唔是乜嘢族譜嘅同譜啦，嗬。比如他們同你說明一下乜嘢族譜嘅同譜啊？簡單來講，族譜就係講，以為成本讀，大約嘅係1分鐘到1分半鐘嘅嗰種錄音，嗬，也係講播新聞嘅嗰種方式，有畫面有字幕嘅，嗬。可能到詩，可能到畫面，差唔多1分鐘左右安尼。唔睇下讀嘅時間，你都開始自家用筆記下來。讀到按到乜嘅重點，一步一步地記下來。當然佢有佢嘅技巧啦，上課嘅時間先生會教，嗰時候有興趣嘅人，2、3屆呀培訓都會喺應用班做下筆記。整理好影片一結束3到5秒鐘，都開始講頭先讀到按到乜嘅，將啲重點講下來，也就係族譜。同譜應該講同譜係就係讀到上年開始，一讀到上年唔讀到嘅就開始講嘅，都開始可以翻譯嘅，唔是等。不過我哋上課嘅時節啦，先生咩係有講。其實咩唔是講一開在一邊嘅上年出來，都聽嘅安行嗬，係啊，佢大約嘅先讀到幾隻詩嘅嗬，當開始進行呀翻譯安尼。你讀上來嗬，其實嗰種幾簡單啦，因為我哋咧翻譯就客家話，我哋咧文化共用啊，唔講客話我都翻譯啊，唔講翻譯都翻客話，讀上來嗰就幾簡單嗬。可是你認為做上來最難嘅部分對你來講係乜嘅？最難的部分，我都見過，最難的部分都係族譜啊，因為就係讀嘅時間又要寫做筆記，又要腦地部又要開始整理哦，係啊，開始上地下要試要用辦法，係啊，因為每趟係經記嘅地下係要用另外一種語言，比如講我要用客話講出來，我讀到嘅係客語嘅嘅錄音嘅話，我地下用華語講出來，嗰時候喺記嘅時間，人家腦地部開始都係整理，係已經係煩嘅啦，嗬，唔係。還蠻講腦都已經要先開始翻嘅，嗰時候感覺到都係困難度都係提呀，一題目一下一出來，唔係只有書體同聽，人腦人心甚至人嘴都會停頓嚟睇見痛誒。其實幾時節對我嚟講啊，我感覺最難嘅都係一心兩用啦。我哋常常我哋萬事都可能講冇一心兩用喎，但是。那做啲口譯的工作的話，一定要一心兩用。從葉先生，我想問下，一心兩用一件事情哦，可以訓練冇？做得啦，做得訓練啦。按樣訓練哦？做自家訓練啦，比方講一心兩用，就是講，你就講，像我以前做，頭擺做過那個電視台嘅那個客家話嘅主播，佢唔單止一心兩用，佢一心三用。因為一開你要開個字幕機啊。還腳要踏那個台北用踏背，你用天咯，那你還有手稿，因為手稿你避免講，人家字幕機只有睇嘅時候，就開手稿，還要聽導播的那個指示，所以一直一心三用，所以你要該這種你要集中啦，就是你精神集中，集中起來，就自然就一心兩用，就這個訓練啦，就這個訓練就做得，你平常就是你那視察啦，不卡多做燙垃圾又沒做得啦，給幹嘛你就你說幹嘛個，就是其實在一番，甚至一邊煮菜沒做得啦，跟一心三用，煮菜是可以啦，但是視察是絕對唔冇啦，因為學我其實我考試是我視察的時間，我嘛來練習，根本上，還有我聽你。我因為最難的部分都講，可能係客話嘅程度唔係講啱好啦。嗰時就變成講，有時談到嗰種最沉嘅客話時，譬如講幾時談到嘅來爬綠竹，睇有啲係乜嘅意思，但是呢，反應是法語嘅時間，
翻唔出來。你潛到伊個對答嘅伊個法律文字的去表達，也要來爬錄出呀東西。咁這樣的問題嘅話，你係咪有乜個方法可以去克服？無你講去教他人講，譬如講談到伊個安全語文名詞嘅時間，能用個方法去翻譯的？來爬錄出就講犁田整地的工具嘛，就犁田嘛，因為來爬就犁田嘛，錄出其實那個田大不易潤來嘛，哈，就是本身有第一講來爬錄出嘅功用係乜嘅？你之前就可以用客家用翻譯來翻成講，其實係犁田整地的農具，好，然後就做對嚟講嘅哈，這樣。那還是講，比如講我們提那個潮男潮女，你要怎麼翻？潮男潮女。對啊，你這樣翻突然是那樣的翻啦，但是你講講他變成客家生，而家等於潮女啦。你就講反正電線杆、浪線帽呀，就是很時髦的，你做對啦。啊，你講不過他時行嘅人我沒做對啦。那等講人強啊，都基本我談過把個電線杆浪線。對，就發現一個問題講，有時間你翻成客做嘅那個客家發現，又會發現講後生人談唔識，老人家談唔識，後生人談唔識。但係你又發現講潮男潮女，你後生人談唔識。老人家又談唔識，那就發生一種差別一種世代交替時語言嘅落差，那種情誼會產生啦。其實是講一個客家話問題嘅。規模簡單啦。錯。觀眾朋友看到健家人，佢咪發現到講口語實在冇簡單。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同我哋講嗰度喺口語工作地方嗰神奇嘅故事。我想要唱一本我哋葉先生嗬，佢一般呢講我哋觀眾朋友啊，而即個聽到我哋今日嘅講案就內容以後啊，伊幾想加入口語嘅工作，因為講我客話講得幾好啊，第二我有乜嘅身份，冇乜嘅資格可以參加我哋嘅培訓啦。最少我有中高級嘅客家話認證通過，也表示講你通過咧中高級認證之後，表示你客家話嘅長度一定嘅長度咧，在語彙上、詞彙上嘅運用上會下特性因素，咁樣這樣做嚟參加口語。那講你係冇那個長度嘅話，你做口語時間，你做唔掂用嚟翻，用埋你翻啊，就冇發出太多那口語嘅一種嘅功能。嗰個觀眾朋友，嗰種即係有興趣嘅話嚇，第嗰度講觀眾朋友嗬，伊本地嘅客話都講得幾好，嗰時伊即個想講話做埋依靠認證咯，我即個本身都會認證啊，但是也係一啲最基本嘅要求啦，伊聽多多少少要有證書嗬，伊能可以去報名。咁聽伊講，咁國語嘅部分啊，方言嘅部分有乜嘅要求冇？方言部分呢就冇要求啦，就看你平常時自家嘅自我的文學修養，自我的文學修養，你講好了其實幾難的，因為那真係反映出方言時，其實你都發現講，雖然講我哋常常英語講我哋方言講得幾好，係啊，潛到啲幾適合嘅事。咁第三個講，我哋觀眾朋友地方有可能有啲年紀過長嗬，但是客話講得幾好哦。你呢年齡係咪做口語言啊？一啲限制啊？現實來講係限制啦，唔過嚟講，你有心嘅話有心則易若失。你只要用心嘅話，應該係你做得，就講自己練起來熟度，練起來記性。你用心一點，係你做得達到兩個目的啦，係你做得啦，唔係講最大限制啦，係。也不符合我緋聞啦，因為限制話除我哋講年齡啦，嗬，無論我哋那個我哋客話長度啦，嗬，你即個因為個限制話乜啦？冇如果我先準備好，我有啲心理準備嘅地方係。其實對我嚟講，應該是講，冇乜嘅限制啊，嗬。除了個台面上啊，嗬，已經有嘅中高級嘅認證通過。啊，有啲人講啊，口音咯，口音冇限制嚇。其實人頭頭要講有啊，口音咩有限制啊？其實我感覺說口音，口音咩要求嗬嘅，人家他講嘢攏讀書啊，口音攏講嗬。其實口音咩唔是講冇太多嘢嘅標準，最主要係是因為講第一，自家對一個有興趣，再來係一出記得嘅 Amy 江先生哈，蔣希明老師，伊喺我哋上課嘅時間講過嘅講，
唔想去做嘢口音語言，唔想去行一條路吼，所以也文法。第一個優點就係愛面皮愛盤，心腸愛強，臉皮厚，心臟強。一出強調也記法，我記到見係睇記係真見愛按嘅，因為唔到現場嘅時節，先莫講到現場啦吼，因為唔係上課嘅時節，唔都不是睇練也心腸嘅強度都出嚟，唔不是都係睇見練。啊，面皮要拉白盤，冇講講啊，一下講唔出嘅又講唔係嘅，就係也優點係有講，即個有把握到也優點嘅把握，因為是興趣最重要啦，每人都可以參加呢培訓。那我補充哈，8個字，你做口語時節有8個字，臨危不亂，處變不驚，好。所以問下來8個字很清楚，但是很難做到。其實快做啦，真的。你打到其實堂都唔會講嘅時，路根本路。開始係我嘅嘅，我用法。對嘅講法係啊，尤其喺嗰種大廈全部坐嗰種泰國人嚟啊。你會發現那個我係咪馬上講法，跟住我又睇唔到唔點樣啊啲。咁其實相同我哋那個飛文有講到一件事情，講我哋咧學歷的限制啦。其實學歷限制其實多多少少都保證講至少人嘅法文嘅嗰種長度其實有啲。但是我即個英語啦，或者我嘛體嘅我嘛有去參加嘅培訓，但英語心態。最重要，因為我睇我哋辦學有幾度咧，用我講咯，我哋客家話前輩啦，嚇，人哋叫做前輩行嘅最前面嘅嗰種人嘛，對客家話文化推廣嘛，最有心。而哋問英語講，我客話如何嘢？一種客話反國語反客話人哋有乜嘅？我都感覺到嗰種我哋冇到咁樣喎，因為其實要被訓練咧，係真係用口語嘅方法，口語嘅嗰種方法去教能用去做一件事情。重點唔係哋講，你要客話能力好，你要國語能力好，最重要一個，你係咪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嗰種我經常發現哦，特別上課時我都發現哦，我哋嗰度客家話前輩，伊都講因為聽唔到爽，聽唔到，係，但是你從後來講，伊可能都慢慢都變起來，係，你上課唔會再聽呢一件事情。前2禮拜、前3禮拜都冇嚟上課嘅。你後來用樣話去，我講，係唔知啊講，冇變起哦嚇，叫做不服輸啊。希望個人員不用自己去訓練下嘢。其實工作人係很興趣啦，係啊，就係自家有興趣，故所都會要求自家一定要堅持下，要當到最尾就錯嘅，係啊，都堅持上自家，反正大不了都係磨過嘛，磨過，明年都來學㗎嗬，反正校未必要佢，我都來學，我都來訓練到培訓到自家要通過為止安尼，係，都係要求自家。記得你加班慢慢嗬，係咪？係啊，加班。嗰時變成慢慢摸又嘅你下嘛，你唔到人簽，反正我攞啲簽到咯。有人講慢慢摸冇便宜啦，就係你吧。咁從我哋飛文嘅計，嗬，差唔多有300多個人去報名，最晚差唔多30多個人通過。咁種現象幾百嘅情形，都係攞變成一啲按多人報名，那按少人通過嘅情形。哦，佢就講，人家有提到嘅嘛，就講。顏色太人嘅客家話好啊，佢中國經驗真冇問題啊。但係顏色太嘛，記性差，速度睇唔到，佢自然考試嘅時間自然就會摔下來。佢後生人呢，雖然中國佢有考到，因為佢硬配嘛，記性好啊，硬配啊，所以佢考試用配一定冇問題啊，一定可以到嘅證照啊。但係呢，佢記性也好，當然佢速度睇到，但是因為喺佢嘅那個語彙上、運用上，出比嘅老人家下差一啲，但係要。就攞佢嘅速度嘅大概分數要嚟下來，係錯係，所以差唔多樣嘢前期。咁從咱哋講嘅話意思講，假如平常嘅譬如講，我哋真係對口語嘅工作有興趣嘅話，一般來講，我哋自家可能一睇哪一部分要再加強嘅。一般人來講，嘅話，那個有年輕人嚟就要求自己速度啦，嚇。跟那個後生人嚟就要求自己客家話嘅語彙嘅運用，係語詞運用去加強，即係我哋啲客家話講得好。但係客家話語詞嘅運用嘅話，我哋平常可以有乜嘅接觸到咯？哦，當然啦，因為其他就客戶要學那個詞典啊、詞典啊，一方面就可以用那個工具書哈來做，那一方面呢，飛起然後老人家都打最鼓哦，其實也會得到一道平常時談唔到嘅那個客家話，係以後用嘅，老人就是寶，
咁飛雲咯，你其實有考過嘛？吼，你嘅30個年底播嘅一啲。30以上其中一項。係，咁唔知個平常很容易訓練這個呀？其實吼一講起來係正式參加培訓嘅時節，當開始訓練起個。雖然講我從細到大，喺女僕嘅行業，加班嘛，又係客家莊係，規整年都更加一直都係同客家話無團係過啦吼。不過正式開始訓練係開始參加培訓班嘅時節，當開始要求自家來訓練。訓練當然遇到考試嘅通過都會逼自家去過機啊，吼，過認真啲嘅，嗰時候都會拿嗰種國強嘅東西來訓練自家。國強嘅東西都係報新聞啊，係啊，新聞嗰種都係國強嘅東西啊，國強嘅練習題。後來當聽先生講，其實吼一開始嘅時節，唔好拿啲新聞報新聞來做練習。我本身嘅嗰種挫折感會過重，因為你一天聽唔到，都冇信心，都會對於失去嘅興趣吼。後來當地講係哦，自家都戇啊，反正一開始就講一天要過。反正都練都錯嘅，嘿，嗰時候都一直都拿新聞報新聞來做練習題安尼。其實練嘅話其實是突過嘅，因為那一篇過嘅念，一開始慢慢念，速度越來越夾，念到當順當夾嘅時間，就練你的那個速度，嘿，速度練後之後再來彈，再來練，往外下夾，哎，先從字面上的。可是我也有啲問題就講，其實我哋以前拿到過，它不係反義過，係啊，當然你發覺有時冇辦法馬上變成反咗佢流量嘅客家時節，也係一種訓練。你就講，你看到反義過嘅時間，你一邊念嘅時候，然後順便來訓練自家，讓佢攞詞句來轉換過來。一方面用做同步進行、詞句轉換，還有速度的訓練，其實用對你訓練嚟講係較好嘅，係較夾。咁飛雲咯，你自己本來有去從事過我哋講口語的一啲工作。今年嘅5月就係台南市嘅一啲客家語言社嘅開幕儀式啦，開幕典禮。其實我哋到現場嘅時節，當地都講伊冇需要我哋反客話。而當時有藝人就係談到客話，反做反應都好嘅。唔過嗰時節已經來唔切同先生吵講萬言嘅嘢。嗰位我要本人指明講，第一下都係夫妻嘅講嘅嚴重嘅喲，講唔嚴重談嘅喲，係唔係夫妻嘅喲。我講唔嚴重談，好我啲嘢嗬，好彩嚴重冇按做來，冇按都鬧虧嘅。嗰時真係經驗，真係最重要啦。經驗。其實口語係一個最專業嘅一種技術，而係幫唔單止幫我哋講話人同傳達一啲最重要意義俾我哋聽話人，其實伊嘛係幫我哋客家人可以自由自在嘅講客話。今日感謝兩位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按照口語嘅工作。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收看。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我哋線上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黃正祥，來自於屏東煙草志向七七導演養生協會，也係陳先生，也係潘先生。今日要上他今日所示範嘅動作呢係駿馬烹草。駿馬烹草呢係我訓練我哋嘅眼神嘅協調性，給觀眾朋友同我哋嚟做。首先呢，我哋呢兩隻腳打我哋呢一肩頭同法。做嘅時間呢，我哋呢腳右腳先打出一步，我哋呢重量呢起到73。我前面的腳係7分的力量，我後背腳係3分的力量，所以做嘅時間，我哋呢數分行起來嘅時間，主要係開我哋呢肩頭，我哋呢胸前，當我哋打開來過後，我哋天天嚟再變下來，再穩腳，再穩腳嘅時間，佢用我哋一隻腳打出去，拿出去嘅時間，我哋前面的腳係7分的力量，後背腳係3分的力量。人數分好起來的時間，第一，我哋天天嚟對都市講出來，我哋嚟傾下啲，我哋
7分的力量的时节，7条唔可以安尼用，我哋嚟編的時節，7條唔可以超過我哋嘅腳趾，我哋呢7條要鬆入來，鬆入來的時節，我哋一隻要變鬆來，變鬆來，我哋嚟編放入來的時節，第一點，我哋開的時節係開我哋嘅肩頭同我哋嘅胸前也打開來，我哋呢條拿，天天嘅下嘴眼，我上去一些些，所以我哋嚟打開胸前，哦，我哋停留一下再變下來。變下來再穩片，穩片的時間也同樣一隻腳，哪些時間我哋要注意的地方都講啊，我注意的時候，我唔可以總啊安尼編，第一點做嘛唔可以安尼編，安尼我哋呢腳7條的裏頭，同我哋呢腳嘅腳盤的裏頭會冇穩，這樣就會打到嘛，所以我哋一跳啦下一隻以後，下排一隻轉一下，也是轉一下，幫我哋呢裏頭使得到腳帶。使到腳帶我先一下我穩咧，我拿手拿好入來，拿好來睇，我哋呢胸前同我哋呢肩頭也就盡量打開來，打開來呢幫我哋呢胸前呢不要過強數，那我們胸窄窄，有安尼先實現出現哈，所以我哋總嘅時節不要過注意一些，也就以後，也係以上係示範我哋呢上半身。我哋呢下半身的示範係樣咧，我哋下半身上同樣我嘅右腳拿出去嘅時節，我企穩咧，因為我隻腳打下會縮放入來，我縮放咧，我一隻腳咧會天天咧，下時間咧，我按嚟縮放入來，喺我嘅胸前變下來，再變出去，我再穩片，我上企穩咧，我一隻腳那天天咧。拿放入來，我也只都是呢，輕一下，本來腰骨彎一下，我哋呢，也嗰兩個頭拿咧吼，也下嘴眼要豎，莫講我下嘴眼冇豎，下嘴眼冇豎嘅通做嗰邊咧講啊，觀眾們示範講本地講，我眼神係冇安尼翹下去，我下嘴眼係變安尼，變咧也嘅只伊呢眼鏡。將近一隻會壓到，所以我一聽我下嘴牙一隻要豎，我眼神一隻要變球咧，我下嘴牙要豎，安尼要豎呢，那唔會我腰骨一條線呢，我筋路呢，那會變，那會延長，那會順，我係講下嘴牙冇豎呢，我將近係安尼呢，我隻伊頭會壓到，我將近會冇爽快，所以我做時間要注意啲咩地方喺啲呀。我縮放來，腳拿放來的時間呢，我腳盤要按嚟腳還是按嚟呢？也係腳盤要伸下去，因為也係講馬嘅形呢，馬嘅形呢都講啊，我馬尿氣嘅比做嘅時間，我腳盤係向下背嘅嗬，也係注意講啊，我腳盤有人腳盤會按嚟腳放嚟係馬嘅腳嘅時間，我等你腳按嚟好。腳盤也係腳眼注意會唔爽快，所以我哋變鬆嚟撐下去，也係所示範祈禱嚟講啊，下半身，我見佢示範，用嚟練，用嚟祈禱嘅，用嚟示範，我兩隻手同兩隻腳咁樣嚟，啲我哋啲腳拿出去，我穩嘅時節，我分享起來，舒穩咧，我對我腰骨下來。我腳要變鬆了哦，天天嚟縮放起來，再起張來過後呢，我再穩片，再穩嚟到一片，起好了，我裝起來。我腰骨變鬆咧，我一隻腳那硬放起來，一隻手呢向後背，係平向我哋呢腳拿放來時間。注意點係講啊，我做嘅時間，我做乜樣嚟嘅？本我嘅眼神過後咧，唔好講啊，我分安尼放入去，我腳拿放入嚟邊安尼好有冇？安尼都會彎到，所以注意一點都講啊，我哋要注意講我哋腳那唔會彎到嘅，所以我哋要穩嚟拿放入嚟。第一點我哋要對也就以下去。我哋安尼下去過後，我也變鬆來，我嚟縮放起來，我藝術最後要做個延長出去，安尼都係幫我哋嘅眼神嘅協調性。
以上呢是我哋祈禱嘅動作做示範，過來呢是我哋要操作嘅動作。我哋今日要準備一張單呢，觀眾朋友也愛聽到我哋操作嘅動作呢，係準備一張單嚟啦。單呢要注意唔好有危險性呢，唔好有人呢會走嘅，我哋今卡都過來開始哈。操作嘅時間我注意講我哋操嘅時間也強用啲我哋呢等嘅1/2，冇1/3，因為也係轉馬烹炒，我哋操嘅時間呢，右腳先打出去一些，我哋師傅呢操頓切一片，我哋先做我哋數分放起來嘅時間，盡量打開我哋呢胸前，頭呢慢慢的打開來，我哋呢下嘴眼向大方一些。我哋變下來，我哋穩片的時間呢，我哋一隻腳縮多陣來，我哋思維拗咗一片，我哋一隻腳係鬆的，一隻腳係實的，在打方起來的時間呢，我一隻腳係7/8鬆的，我哋一隻腳係實的，所以底下以上半身呢係主要係開我哋呢胸前，我哋呢心肝前同我哋呢背囊線也係注意講我哋所打開嘅動作係訓練嘅點呢，我哋呢重點係點那一片，所以我哋做嘅時間也冇乜嘅要領，係幫我哋呢眼神打鬆來，講我哋呢背囊線，有人講我背囊線佢痛，我背囊線佢痛，因為我背囊線冇變鬆，所以呢幫我哋背囊線夾斷呢冇強鬆，所以第一做嘅時間呢，也係做幫我哋呢背囊線打開來，我哋呢胸前會也係一種嘅開展放起來。也係示範講我哋呢上半身。我哋呢下半身按樣來練咯，我哋下半身注意講我做嘅時間，我腳操嘅時間，我強用來一片，我一隻腳縮放起來，我用手去勒伊，勒嘅時間呢，盡量講我腳因所縮嘅動我嘅眼神吼，喺我對安尼打放起來，我哋呢膝頭同我也交骨，比變鬆來，安尼做放起來吼。也咧放起來變鬆去，我哋穩片也強用思維拗一片，我腳變鬆來，拿放起來時間，我用我雙手去勒，以我手去輔助我腳，幫我腳可以拿放起來，拗一下，幫我關節拗一下拗來，我關節用拗鬆來，因為我哋咧關節踢掉我哋等咧操久嘅輪椅操久嘅，我哋也交骨同我哋也膝頭。講我哋一腳掌一隻伊磨鬆，磨鬆嘅時間，我哋按用嚟去練我一交骨，我膝頭，我哋也有幾多嘅軟骨嘅吼，也愛練我哋嘅軟骨嘅，所以我哋操嘅時間練我哋嘅軟骨嘅時間，我腳拿唔好，我頭唔好，我用利用我嘅雙手，推頭放起來，頭嘅時間有人會頭按呢唔怕。我一次一次熬過一把，係幫我交骨同我膝頭嘅也種嘅彎度會過一些哈。記得我哋在做一種嘅訓練，我哋呢訓練我哋呢關節嘅練法嘅時間，我哋會做到一個動作，都講我一隻腳冇力頭，我利用我嘅雙手嚟幫助我嘅腳嘅力頭。來去慢慢的壓放起來，也係天天的安尼做，也係做一種嘅訓練我哋嘅腳。再過來我按樣嚟同量嘅接強下時間，我思維操一片，我數分放起來，我連續接下嘅時間，我數嘅向喺後背，我天天的腳變鬆來，我雙手來咧，我一隻腳嚟放起來，放起，本來下嘴眼可以。拄到我嘅膝頭嘛唔怕，拄唔到嘢嘛唔怕吼，都係嚟變下來。
以上呢係初島嘅通常我哋呢駿馬噴潮，觀眾朋友呢初島嘅好話，聽我哋來做呢，幫我哋延伸個空間一些，我哋可以去哪裡了。